清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初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增加7个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有4个境外，3个本土。也那这3个本土个案，拢是华航防疫旅馆的员工。咱的疫情指挥中心已经确认讲，这是一站防疫旅馆集体烧坏的事件。不过感染源甲华航机师敢有关系，佫要进一步了解。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确诊病例因所去过的所在，提醒民众若有相关的接触史，一旦出现症头，就要赶紧去指定的病院做采检。华航机师染疫继续扩大，佫增加3名本土病例，拢是华航机师防疫旅馆诺富特饭店员工。1127个是本国籍20外岁女性，是饭店餐饮部员工。最近无出国史，这个月29下晡出现澳洲，伫集中检疫所检疫了后确诊。1128个是本国籍20外岁男性，是饭店帮务部员工。最近也无出国史，29量体温发烧，送医采检了后确诊。1129是本国籍60外岁女性。是饭店帮务部员工，最近无出国史，26出现小可咳嗽、甲牙后痛，经过采检了后确诊。诺富特饭店总共已经4位员工确诊。好，我们要检测相关的一些基因的序列，那能够让这情形能够更清楚。那确实这是一个饭店里面的一个群聚，因为有4个案例了。饭店第一个确诊员工1120也是诺富特饭店主管，目前当正伫家服病房插管治疗中。指挥中心公布伊的卡车为15到25，伊大部分是骑机车到机场接运，为沙田埔站甲机场旅馆站行路上班了后，各原路转去。另外1127个伫2718捌去过法式点心、自助洗衫店、日式料理店等。1128第一18捌坐公车到中立火车头，去过料理店。四海游龙这个所在，提醒民众有相关接触史，若是有症状，请赶紧到指定医疗院所采检。到过这地方或搭乘同路线的，那这2天就自己到健康管理上要注意那有症状就来联系。因为华航机师已用100个被送去集中检疫所做14天隔离，严重冲击华航长途航线。华航宣布，为即日开始到5月15，取消洛杉矶6班来回、旧金山5班来回、温哥华7班来回，总共有12个来回航班，24个架次。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讲，国立中正大学昨暗时伫咧学校的官方网站真紧急曝广告，讲学校内底有一个老师3个学生捌和新冠肺炎的确诊者离真近接触过，即马这4个人拢伫咧厝隔离。中正大学即马已经启动防疫机制，针对这4位老师甲学生过去1礼拜捌出入的所在，学校的网站拢有公告。校园内底即马拢已经全面消毒，学校的老师甲学生拢爱挂喙罨、磅体温，而且到5月14进前，证人拢着爱自主检测。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带乡亲咱就会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华航防疫旅馆诺富特饭店，即马已经累积4个本土个案，加上进前确诊的6个技师，拢捌带过这间饭店。但市中宣布讲，后礼拜开始，全台湾所有的防疫旅馆会开始做总体检。未来桃园会有2间高级档的这种防疫旅馆，负责接待外籍的机组员，彻底分层分流。再来，咱来看联合报上新一期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用台湾的瑞德图做封面，倒边是中国国旗，正边是美国国旗，而且阁有军舰、军机的光点伫咧顶头，讲这是地球上界危险的地区。意思在讲，台海准若有战争，一定会成做灾难。美国甲中国定着爱避免这款的代志发生。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头一季 GDP 差不多是8.16%，这是2010年第4季以来上好的成绩。估计咱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机会超过5%，咱台湾的经济表现会当讲是愈来愈好。再来，咱来关心国内可患的情形。虽然讲前几天咱台湾各地头拢有雨水，不过中南部要真欠水。气象局表示讲，黄霜啊雨可能要等到5月中旬过才落来。不过这雨水量无多。
中南部欠水严重，什么时阵会当解决？气象局发布上新黄山雨展望，预测今年黄山雨季节5月到6月总雨量以偏少甲正常纪录较大。今年的春天呢，虽然说温度还是偏暖，但是降雨部分呢是极端的偏少啊。尤其从去年的年中到今年的春天，整个同期的雨量是极端的偏少。这个反声音的影响啊，逐渐的减弱，但是5月呢还是会受到它的影响，比较长时间少雨的这种情况，可能还是会影响到5月。气象局表示，今年春雨明显偏少，是因为2月到4月份的东北季风较强，南部水汽无够，造成春雨只有气候达的5成，尤其中部以北的极端少雨。雨质也创下同期上少纪录，推测可能甲当时的反圣婴现象有关系。展望今年黄山雨季的雨量，气象局也讲，虽然反圣婴现象已经明显减弱，不过可能造成顶一季春雨变少的异常宽流，依然可能维持到5月。所以要出现大规模、继续性的落雨的时间点，可能要到5月底。那从区域上来看呢，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南部下雨的时间会来得早一点。就气候上来看呢，北部通常会在5月上旬左右就慢慢会有一些降雨出现的。那南部要比较大的雨呢，通常要等到中下旬啊，甚至还更往后延的这种情况。气象局预测未来一季台湾气温正常甲偏热。落雨方面，太平洋这一带落雨偏济，中国甲印度落雨也是偏济。台湾是落在偏少甲正常达中间，其中5月总雨量以偏少甲正常为主，6月是较大数，7月目前来看落雨正常的几率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讲，昨4月30日，以色列伫咧办犹太教的高会节活动，所发生讲讲大事的意外。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上无有44个人死亡，150个人受伤。初步判断讲，这应该是人定，有人绊倒去，互后壁的人烧钱转去打着，众人雄讲，才会造成这款的意外。大电搜救人员紧急将受伤的人赶离开现场送医。以色列北部莫兰山30透早发生一件重大人伤大的意外，在犹太教庆典过火节的活动顶，因为人伤济，无细日烧杀，所造成严重死伤。以色列时报报道，至少已经造成44个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כן, הייתי שם ובתוך הדוח היה שם איזה דוח של 6,000-7,000 איש. לא היה מקום כמעט לזוז, ואנשים נפלו על הרצפה כמו... נפלו מאוד על הרצפה. 进前部分报道是讲，现场活动的看台规个倒塌，才造成死伤的意外，消息是真乱。尾仔根据警察的讲法，讲烧大事件的原因真有可能是现场伤过头客，再加上活动地点这块所在真下国惊，有人无细日伫楼梯跋倒，搁塞到边仔的人，才造成搁较侪人跋倒，就好亲像骨牌效应同款，大家烧大才造成伤亡。以色列时报报道，代志发生的时阵，现场估计有10万人。We were standing and waiting for our friends. We were gonna go inside for the dancing and stuff, and all of a sudden we saw paramedics from Madda and whatever running by, like mid CPR on kids, and then one after the other started coming out in ambulances. And then we understood like something's going on here.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这个事故是重大灾难，所有人拢为死伤者来祈福。以色列军方原出动人力来协助医疗，也甲搜救工作。这场过火节活动是以色列疫情以来第一场大型宗教集会，因为大规模注疫苗成果真明显，以色列确诊人数大大减少，防疫限制措施差不多已经全部解除。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因那即马印度的疫情犹是真无乐观，那医生甲护士顾无落力来，医疗资源也真欠缺。即马讲，就连病人拢袂赴上去病院，就伫咧路的不幸过身，就连化妆场的茶也扣无够通烧。毋过，就算讲疫情遮尔严重，西孟加拉省最后阶段投票选举，29犹是如期举行。人口真济，西孟加拉省对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 BJP 来讲是扩张势力版图的主战场之一。8阶段选举投票最后一步，估算会有840万合格选民去11000个投票所投票。
政府官员强调做好防疫措施，虽按磅体温下到距离拢政府，不过前一天当地新增加17207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77人死亡。专家烦恼，西蒙加纳省会是下一个疫情重灾区。印度全国新增病例各创新高，有386452件，总感染病例超过1870万例。卫生部3日公布的一天死亡数字是3498人，总共死亡人数208330人，不过外界拢认为不只是安尼，实际情形偌济根本真歹估算。病院部分公司力人是直通通，当病患者互人赶来赶去，有真侪人就死伫半路。It is very bad. It's beyond bad actually. It's not a crisis, it's a devastatingly bad situation. That's how I can describe it. It's reached a point where crisis is a very mild word for it. 雄雄整改尸体，互火葬场是志在未调。每一个火葬堆要用到300到400公斤的柴壳，真侪所在已经面临柴壳欠缺的问题。西部的苏拉特市火葬场不得已用无打的柴壳甲当作无废弃物燃汽油来处理尸体。印度陆军总司令纳拉瓦内29甲总理莫迪会面了后表示，开放所有军病院互患者使用，部队也协助进口上锁管的运送。另外，当局5月初1开始开放所有18岁以上大人注疫苗，到目前为止已经注1亿5000万剂。不过，中央甲地方卫生官员拢对外表示无充足疫苗，来做5月扩大疫苗注射计划。अभी वैक्सीन नहीं है, वैक्सीन के लिए हमने कंपनी से रिक्वेस्ट की है. अभी जैसी वैक्सीन आती है तो आपको बता. 莫迪政府希望全球40外个国家的医疗物资来救援。美国一只超级金河军用运输机30到新德里国际机场运来价值1亿美金的物资，有1000个上锁管1500万片 N95 喙安，甲100万套病毒快太组。公司新闻王慧文评析。再来，咱来讲最近台北市乌三人乱警察局的风波，警政署长陈家钦29要求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要把手机交出来做调查。昨陈家昌甲松山分局的前分局长林志成是主动去地检署把因的手机交出去。警察出身的陈家昌强调讲，无交予刑事局是因为讲地检署较有公信力。因那台北市长郭文铁针对这件代志也开声。讲伊并无认同警政署的做法，认为这根本是未审先判。将来唔捌有即个例，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甲上山分局前分局长林志成2个人30下晡2点到顶到地检署说明，并且交出手机来自称，显见上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治乱是愈演愈烈。陈家昌指出，对伫台北市议会质询交调开记者会来说明，敢若警政署以往有真侪猜测，所以讲主动提出手机，互检方查明。我身为警察的一份子我不要去为难刑事警察局我认为地检署这边比较具公信力我愿意这个交给他们鉴定出来的结果，我也是欣然接受。我认识各大帮派的带头的，说我是他的领导阶层的人，这司空见惯。哪一个人看过我跟张建英打麻将，请他勇敢的站出来，我们来对质。不要躲在键盘后面当小孬孬。前乌山的人走入去中仑派出所，一个社会案件演变成出警局的分队。伫陈家昌到暗时调开记者会进前，警政署就要求查扣手机。台北市长郭文铁是真无认同，讲停书无正义。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警政署长在未经司法程序直接要求自己的属下台北市警察局长来调出手机、调阅通联记录，甚至是接受测谎，这是程序不正义。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还是尽快给他一个厘清了在厘清之后再去做一些人事的调动，也不要趁乱要安插自己的人，就这样。这一点我没有就哪一个人涉嫌怎么样去做指示，我不做这样的指示，我就是要把事实做清楚。新秀顶处的战绩甲时间表，市局用功会按照调查结果来处理。对着警界风波不断，监察院长陈局强调爱自律自重。各个政党之间内部的事，由各个政党内部处理。当然，公共人物从事任何公共事务，自律自重，这个是必然、很基本的原则。
上山分局事件，即阵这个司法调查庭司立警方处理过程，是不是牵涉包庇这行为，也引发监委但警准蔡总义的关切，申请主动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咱空军有一台 F-51战机，伫咧去年10月29对台东志航基地起飞，飞无几分钟，转摔伫咧台东外海，飞行官朱冠明不幸过身。半年过去啊，昨军方伫咧志航基地1.5公里远的海域，找到这只 F-51战机。对画面顶，你会当看到讲，这台出代志的 F-51战机已经防护起来，准备要运去高雄。机身有一寡所在有损害，不过大部分拢要真完整，对整个案情的调查会当讲有正大的帮助。再来，咱来讲台铁道路9号摆尾事故造成真严重的伤亡，卫福部伫咧月初设这个善款口座，也成立捐款委员会，昨宣布每一位罹难者的家属会当领到1800万的辅助金，受伤的民众领20万到1200万不等，其他的旅客一个人有5万的这个心理抚慰金，上紧后礼拜这钱就会发出去。伫铁路5号事故发生了后，卫福部启动赈灾专项，收到11亿1000万的善款。捐款委员会第30开第3摆临时会议，通过捐款运用计划，甲发放对象方式者的事项。在罹难者家属这边的扶助金，我们现在是通过的是一个人是1800万元。那这42位当中有2位就是极重度的部分，我们一人我们会发给1200万。会中通过罹难者家属辅助金是1800万，伤者辅助金是以外伤严重程度做基准，其当中伤者1200万，中度800万，门诊是20万。伫现场看到乘客心理抚慰金是5万，罹难者家属辅助金领对象会依照配偶、子女、爸母这顺序来领，伤者辅助金加心理抚慰金是由本人来领，罹难者家属辅助金进前1500万，即摆提悬到1800万，主要原因是甲教育资助金也有关系。教育资助这边的人数虽然是同一个户籍，可是并不是这些罹难者或是重伤的小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目前在教育资助这边本来预估是要35人，那实际去了解一一去核对之后，目前掌握到的是4人。伫罹难者重度以上伤者囡仔，抑个在学的重度以上伤者资助方面，会依照教育部基准办理教育资助金信托，因为人数为35人变做4人，金额也为1亿2000万减少做3000万。这将金额搁分配，会经由1号至社工模式，关键将善款拨入罹难者家属甲伤者指定户头，相紧伫下礼拜就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台机的水对俗间就通了解，不过即马少年辈认捌的是愈来愈少。即马伫咧台南有一个补习班老师，甲伊听过的台语俗间，QQ 咧出做一本册，望讲老一辈留落来的粤语会当代代传。扫地扫壁角，洗面洗耳孔。比如讲，咱通常伫扫地时，咱拢是扫较大面积，然后较细一个所在，比如讲黑暗面，咱常定拢会无注意无看到。用扫涂骹洗面，提醒大家做代志唔通只有表面功夫，就要注重细节内容。亲像这种为生活细事讲出大道理的台语俗间，其实也有真多。有一位台南的补习班老师，就将伊自细汉到大捌听过俗间整理出册。我细汉时阵其实和阿公阿妈住做伙，细汉嘛听因讲真侪有关咱台语的一寡故事，佮一寡俗语的部分。佮加上讲我家己开补习班，对高中、国中。国小的囡仔拢有服务，真侪较少年的囡仔其实因即马拢无啥会讲台语。咱人只要一天进步0.01咱一当咱就会进步37倍。就朴伫教册过程，发现即马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愈来愈少，所以希望用趣味的俗间，互囡仔轻松接触学习台语。因为我是希望讲这本册会当推广互愈侪少年朋友因了解。所以伫内底第一个就是我有经一寡大家较有听过，第二部分就是嘛是爱有兼顾一寡咱较古早意义的一寡一寡俗语，所以伫即个部分我嘛是希望讲会当以推广为主。
周普表示，这本册版税会全部捐予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要用来推广台语文学。同时，嘛要募集1000本的册，捐予台南市的高中加国中小，希望鼓励学生阅读、传承台语。记者杨淑晴、张学水台南报道。来去新竹，昨伫咧阳明交通大学的校园，雄雄出现40-50个穿古装的人物。原来这是学校最近伫咧办当代壁画文化的特别展览，来参加的贵宾甲学生拢来体验古早人的穿插，也和历史有进一步的对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哪念诗，哪写字。尾啊，一共一阵穿唐朝衫的人出现。这边的唐朝壁画文化特点，有来自中国陕西博物馆的收藏，用古画质所出的大图，呈现出迄当阵皇家贵族的生活。也把一些现在的科技元素能够穿越时空带到1000多年前的一个时空环境里边。除了用快展览内容，也个特别设计和民众体验为唐朝的人物，也个新穿古早衫，面为古早装。配合这次的展览，然后我们就穿了比较是盛唐啊、唐朝比较唐朝的风格，穿上就是自己很好看的汉服，一起来看展览，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当一个画师他站在一个地方在画壁画的时候，或蹲或站或等于跪在那个地方画的时候，是多么样的辛苦。现场唔但是有学生的创意，也能看到正特别的展览。希望后来参观的民众会让更加实际感受到唐朝盛世的多元社会。记者综合报道。夜茶乡亲，咱做伙来去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在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33度。再来，在中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2度。在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2度。在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32度。在金门、平湖、马祖19度到28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祝大家顺心，再会。